好，转来关心咱国内的总统选战。今仔日要争取总统大位的四大人物，拢总去苗栗参加白沙屯蒋天宫160周年的庆典。这是这4个人头一摆共台，不过拢无啥互动。针对外界的关注，讲民众党讲要照民调来竞在野上强的候选人，民调若输的就来退选。这件代志，侯友宜这边是表示尊重，因那郭台铭迄边是回应讲恐惊有困难。 苗栗县白沙屯蒋天宫庆祝建庙160周年，29举办庆典活动，4个有意选2024总统大位的政治人物拢到场参拜，也是宣布参选了后头一届共台，不过拢无啥讲话。赖清德拜完了后，主动行向3人一个一个握手。对内发展经济，照顾人民，不仅仅能够建构两岸的和平，也能够持续推动台湾的发展。 那么希望两岸宗教文化交流，卖兵戎相见。所以，这个宗教文化其实是一个团结的力量。现场座位卡庙安排4个人拢有庙方的人员加开，地数嘛无真侪小病人数。民众党郭文铁分享参加白沙屯射箭的经验，感受台湾的朴实。当地为连续拍片的郭台铭是俄罗马造成两岸和平的使者。在这个社会上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的分别跟对立了。其实。 去走一次白沙屯妈祖会让你更喜欢我们台湾的一切。妈祖婆是两岸的和平使者，和平带来繁荣与希望。4个候选人拢祈求国泰民安，不过外界关心在野大联盟安怎整合。侯友宜甲郭文铁伫贵宾休困区相拄，相对南北合议题无加讲。 颠倒是民众党透过法院体系提出，伊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民调，杀出在野上强的人选，输的就退选这个想法。侯友宜办公室回应尊重，过半是回应执行有困难，认为民众党落入国民党权威分配论的陷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